提过，谢义德种的菩提草得赶紧收成。所以种这个菩提叶，青条麻给最怕什么？最怕台风天。台风天风灾天，到了9月份的时候有东北季风，东北季风的时候，它就落叶落冠，黄掉。菩提草黄了，叶绿素就没了。谢义德说，青绿的叶子营养成分才丰富。本草纲目你可以看得到，有没有？叶绿素是对人体还有叶黄素，对人体都帮助很大。它含植物性的胶原蛋白，你搓了之后会怎样？搓了之后会黏黏的。还有维他命 B 群和 C 群。谢义德请教过教授和中医师，发现这种草本植物在台湾很少人种植。从大陆带种子摸索10多年，用鸡毛当有机肥。每一种东西都要去尝试啦。你没有去尝试，怎么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呢？你有尝试过了之后，就知道说，哎呀，这个经济价值比稻子多了好几倍。8分地可以创造稻田1甲子的产值。靠手工一片片摘下的菩提草叶子，干燥之后看似茶叶，之后再研磨成粉末，拌入客家米食面食，多元加工。这个菩提叶这做出来的东西，你经过高温了之后，它还存在。你像那个做板条啦，那些做面条那另当别论。做板条有没有？一定要100多度，100多度，100多度它的叶绿素它还存在。这就是它这种植物的优点了。这几年也投入研发保健食品，从生产到加工，从无到有。谢义德找出菩提草的经济价值，也创造自己的菩提世界。种植一种大家都不熟悉的农作物，因为用心，因为坚持，所以走了16年，直到现在终于看到了成果。青条麻粿，凤菜田，青条麻粿，凤菜田。